无伊发展的机会，伊的环境困难，时代无做不安，伊也是有即个表现的这是什么？这有啥物办法？来来出类拔萃，对事就好去免掉即款的考验。所以咱今仔日都是，当时啊是看的啊，看的爱努力咱袂使讲了配合了，因为你真正能接受这样的之外，真的要较早就这样，我较早在50几年前，我先70岁，我20岁较早，但讲这个因果听他听他咧讲讲伊也唔通都钓较大个。正讲就是经典，正讲就是经典。从咧讲就是经风经，咱真正了解，所以咱来了解。这个时代的变，是不是？所以较早咱打球的当初，就听咱的前人讲，一道平二道讲无种树到第三处，真正。我就讲到，咱有真正是，对是啊，然后迄个学术学术，博士咱走出来，这就确实是，你来看，文怀人，中央银行的总理，到博士啊，伊呢，高楼天顶，开天时，下对。规矩互伊，顶挂伫办公室的顶头前互伊。迄时阵行到遐就看，讲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伊当时呢，咧食头路，住伫咱什么咧食头路，一个月赚50万。唔是谈啊，咱咧谈，叫你经理总统。去甲请出来，伊有才华去甲请出来，来咱做中央银行的总裁，一个月才赚15万，伊甘愿留在遮赚15万，你50万唔赚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咱了解，而且我讲发挥的才华，需要全世界人拢来保障。台湾有遮尔好的人，遮尔聪明，遮尔有智慧的人，将恁的经济甲恁弄甲较好势，所以之外，咱的造型内面，嘛有足有才华的人，无甲挖出来是啥？所以咱有当时看咱的造型，真正有才华，咱爱好好来请出来，你甲看。老爸要请孔明，3个请3笔，周王周文王要请唐子华，毋知请几个，迄是到尾因的后生听着唐子华讲，大尾唔就掉。要社会啊，股票。那你老师你，但老爸讲呢，你老爸没过来，你今仔是，其实是做啊，拢什么话？无啦，边等下就咧讲呢，大尾唔上调，社会啊股票。那但是对啦，我本身无出来比赛，所以呢，本身应该请，所以呢。当中有足济足够的人，足济足够的人，像咱这社会嘛，足济足够的人，有一个人就可以做高士，好出可以做高士，卖出来赚钱，所以咱就要。
在进这个时阵，才真正王和将相第三是拢走出来啦。所以咱爱家己了解，咱若有管学问，咱若遮尔含慢，咱若有真正去骂家边，后一日，咱回到原来时阵，咱无管啊，跟你好好聊呀，咱就聊，一段边考，一段边考，要考3年，要考3年。是免较早，拍拼去做，咱今日误会就是安尼啊。sorry， 主讲国术体用，主办数量体验体用。哦，请靠，请靠。谢谢。